大家好，我係信佳國際集團嘅創辦人同埋主席吳志豪。80年代嘅時候，我睇到當時香港嘅製造業發展蓬勃，充滿住機遇，所以我就離開咗任教電子工程嘅理工學院，投身工業界。直到1991年，我創立咗信佳電子有限公司。當時包括我在內咧，係有7名嘅員工。我哋主要負責開發產品，然後喺內地工廠承包工人去生產。信佳係一間提供電子解決方案嘅企業，產品包括寵物電子產品、專業音響同埋電信產品等。我哋率先開拓日本市場，經過一番努力後，成為幾間日本知名企業嘅供應商，並且係維持咗長達30年嘅合作。呢個基礎讓我哋係迅速發展到世界各地。呢段經歷使我體會到良好嘅信用同埋品質帶嚟嘅口碑係公司最寶貴嘅資產。近年我哋嘅業務從電子製造擴展到唔同嘅領域，譬如我哋因應寵物市場嘅巨大潛力，將業務擴展至寵物嘅食品、用品嘅開發、批發同埋網上零售。全賴員工同埋管理層嘅努力，信佳穩步成長。2002年，我哋成功喺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信佳早年喺中國建立自己嘅生產基地，並且喺2018年實行中國加一嘅策略，喺越南設立新嘅廠房，兩地至今合共擁有30條生產線。我哋亦都積極推動本地嘅創新，成立自主研發嘅部門，包括物聯網同埋人工智能嘅應用。好多人好奇咁問我公司點解叫做信佳？其實呢兩個字咧係代表住我營商嘅核心理念。信代表誠信，佳代表優質嘅產品。呢一份堅持咧，亦都帶領住信佳30年嚟咧一步一步咁樣成長。我亦都關心工業界嘅發展。喺出任香港電子業總會主席同埋香港電子業商會會長嘅期間，代表本地嘅電子業向立法會、政府反映業界嘅意見。我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嘅校董，同埋多間大學嘅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培養我哋嘅年輕一代。除此之外，我透過整合資源，促進本地初創企業嘅發展。喺呢度，我要多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呢個傑出工業家獎嘅殊榮俾我。我會繼續帶領團隊，堅持從信出發，以佳為本呢個信念，發展業務，貢獻香港。